你有冇試過頭痛到食止痛藥都冇用，覺得自己係偏頭痛，瞓得唔好或者壓力大？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個被嚴重忽略嘅事實。長期頭痛可能唔關個頭事，而係條頸發出嘅求救信號。根據醫學統計，慢性頭痛患者中有近20%嘅病因其實係嚟自頸椎問題。呢種頭痛叫做頸源性頭痛，而頸源性頭痛嘅本質係一個由頸椎發出嘅誤導性痛楚。如果指錯方向，就會沒完沒了。所以我哋要明白，頭同頸係密不可分嘅。頸椎嘅最上3節嘅神經線 C1、C3 同頭部後方、側面甚至眼眶周圍嘅感覺神經係共用同一個神經網絡嘅。當刺激到呢個區域嘅神經呢，腦部會分唔清痛楚係由邊度出嚟，就會將呢個錯誤警報解讀成頭痛啦。頸源性頭痛之所以容易被誤判，就因為佢有幾個同一般頭痛好唔同嘅特性。一般頭痛呢，可能係全頭脹痛或者局部跳痛，但係頸源性頭痛呢，好有方向感，就好似有一條清晰嘅導航路線。痛楚通常會從後頸直上頭頂，甚至會到達前額位置，又或者係從後頸蔓延到單側嘅耳後、太陽穴，甚至眼眶深處。呢個就係神經受壓迫後嘅典型反射痛楚症狀啦。如果你嘅頭痛同條頸嘅狀態係屬於同步嘅話，好大機會係頸椎出現問題啦。好似你低頭撳手機，或者維持一個姿勢太耐，頭痛就會即刻加劇。一喐條頸，個頭就跟住痛，關係非常明確。除咗頭痛，如果平時佢感覺到條頸好硬、好緊，轉動嘅幅度減少，或者肩頭上方嘅肌肉，即係斜方肌會有繃緊酸痛，呢啲頸部症狀都係引發頸源性頭痛之一。中醫治療頸源性頭痛嘅關鍵唔係鎮痛，而係復位同疏通，但治療只係一半，更重要係點樣唔好再整傷條頸，糾正呢幾個關鍵位，先可以真正同頸源性頭痛講再見。無論你用台面電腦定手提電腦，記住一個原則，你嘅視線應該同屏幕頂端大致水平，同時手踭要能自然彎曲90度放喺台上，避免聳肩。瞓覺係頸椎一日中最重要嘅修復時間，但用錯枕頭就好傷。無論你仰瞓定側瞓，枕頭嘅作用係承托你頸椎天然嘅 C 字生理弧度，令頭頸同脊柱成一直線，避免瞓太高或者太遠嘅枕頭，更千祈唔好趴睡，咁樣對頸椎嘅壓力係最大。盡量將手機舉到同視線平衡，避免長時間低頭姿勢。每使用咗20到30分鐘，就抬頭鬆一鬆頸。所以如果你嘅頭痛伴隨頸部不適，而且反反复复，係時候換個角度檢查下你嘅頸椎健康。頭痛醫頭可能只係治標，頭痛醫頸先係真正嘅治本之道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